用一句话来证明自己很穷，谁先来？我。好，你说。老师，请让一下，不要挡着我喝西北风。可以。还有谁？老师，你说，西莫。要不是空气免费，我都活不到现在。不错。耗子来到我家，我是哭着走的。也可以，都挺好。白猫猫你呢？我想吃肉的时候咬一下舌头。可以。那叨叨你呢？我10年不洗头，就为了吃一顿油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喜欢。别住！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这是我第一次请女人吃饭。不用了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拒绝别人吃饭。我表白从来都没有成功过，但是这次必须要成功，因为我喜欢上那个安娜尔汗。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，我教你啊。首先你得找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哇，你答对了！很多女孩喜欢浪漫，我偷偷的告诉你啊，张布拉克4A 级景区，而且520这天正是他美的不行的一天，谁去了谁动心。520那天，张布拉克搞了个浪漫之旅活动，给广大青年搞联谊，现场还有集体婚礼，刚好满足你的需求。在那种爱情的美满氛围里，你只要心诚，安娜尔汗肯定会答应你。哎，如果你刚结婚，新人到的那还有更多的优惠活动呢，太棒了，兄弟！我现在去试一下，说不定安娜尔汗推了。来，安娜尔汗是我叨叨。嗨，你好。哎，你520那天有没有空520那天呢？可能没有时间。那天有人约我去江布拉克，说有一个惊喜给我。打扰了。同学们注意一下啊，这个卷子上面有道题错了，我给你们说一下。打开第2页，第2页第13道题 ，A 点到 B 点的距离是3公里。张三从 A 点出发到 B 点已经用了3个小时，请问他的平均速度是多少？这一题里面把张三改成李四，其他的没问题。哦呦，原来如此！我就说嘛，我咋做不出来这道题？原来题目错了。哎呀，好好的噻，这么简单的题。好了，做完了，老师。哎呦我的妈！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，把最好的给你。兄弟，男人的手不是打女人的，是打天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可以打了吗？好好打。你好，帅哥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什么？你好，不是前面的。帅哥。哎，你好。好久不见。我们2个认识吗？哎呀，你这么帅，而且穿的这么有品味，开的车也这么好，难道我们认识一下不行吗？可以啊。那我请你吃饭。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知道附近有一个餐厅特别好吃。好啊，也可以。开车吗？哦，我自己也开车。那跟着我走。好好。好，来。喂，我找到停车位了啊，我马上到。你在停车了，走呀。我们认识吗？你别问这个。你好好的噻，他这样。这个就是谁的？快走！我的车位。忙不忙？咋了？你说。我咨询一下小小的问题，哄女人为什么这么难？尤其是我的老婆，动不动就生气，莫名其妙的跟我吵架。最近给她买过包没有？没有。哄女人开心只有2种办法最管用，第一个就是给她买包，第二个都是逗她开心，讲幽默呀，开玩笑呀。那我回去试一下。试一下吧。下班了。拜拜。哎，叨叨，你的脸咋了？被老婆打了。为啥？昨天说的是2个办法。不应该呀，你咋用的？2合1。怎么个2合1啊？先说了给你买一个包，后面说了开玩笑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还以为这个2个办法一起用效果好一点。这不是我们班的班花吗？好久不见，咋这么老了？你看你眼周都出来了。你以前不是特别漂亮吗？岁月真不饶人啊！你不会介意吧？我说话有点直。哎，这是你的儿子啊，长这么大了，哎呦，快结婚了吧？儿子叫人。奶奶好，奶奶您一定是我妈妈的班主任吧？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虽然你长得丑了一点，但是看着特别善良。儿子他是阿姨啊。啊，原来是阿姨啊！阿姨，我嘴直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
哎呦我的妈！你好，山总。怎么了，豆豆？我请个假去医院。请假啊，打疫苗针，刚才被狗咬了一下，我害怕得那个狂犬病。没事儿，狗咬的没事儿呢。不行，我听说了，不打疫苗的话，人跟那个狗一样叫呢。没事儿，你看，这2年前被狗咬的啊，就是这汪汪汪。回去把那下一个的，不要给我叫出来。好，那个顺便吧，叫一下。喂，老婆。哎，我上个卫生间。咱们也撤吧，撤吧啊，撤吧啊！那你先上个卫生间。我先上个卫生间啊。啊，好。哼，每次吃饭都是我买单，我看你今天买不买，我就不出来，咋了？坑我没那么简单。系鞋带呢？这个鞋带老开呀。是的。哎，你下次直接说嘛，不要以总是上厕所为借口，你肯定把单买了。哎，对，我刚顺便把单买了。再说嘛。那我买等你啊，好，我系会鞋带。今天下班有事儿吗？没事。那一起去看个电影吧。好啊。然后再去我们家吃个饭。行。走。怎么了？把我拿下纸。你好，山总。怎么了，豆豆？我想请个假。请假？啊。要干嘛去啊？眼睛出问题了，最近。眼睛怎么了？近的东西可以看清，看不到远方。看不到远方。对。你要去医院是吧？啊。你衣服穿好，走。你看，那个是啥？太阳。你还想看多远？回去上班去。来吧，亲爱的，来吧，最后一杯了。最后一杯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喝了那么多。我们换个场地喝啥？好吃啊！又要喝酒吗？上次那地方特别好啊，你不是玩的特别嗨吗？行，谁说的？老婆，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儿？跟爸爸妈妈下来一起喝酒吗？喝酒之前你去哪儿了？喝酒之前去网吧呢。去了网吧。对，我们吃鸡了，耶！去网吧之前你去哪儿了？去网吧之前，我在桑拿，去了桑拿。哦。你和谁一起去的桑拿？我。咋了？你又干了啥坏事？被老婆抓到了吧？没有，我和老婆一起去的。我把老婆挖在桑拿里面了。